面对妇女癌症发现率第一位的年癌，如何让患者面对手术会当减轻压力甲不安相当要紧。是基美病院整合外科、复健、社工、癌症中心等相关团队，提供手术前、手术中甲手术后的全期照护3部曲。那我们透过这一次手术全期照护3部曲的这样子一个术前的一个评估以及卫教，术中的一个预防它术后的不预期伤害，以及术后我们的一个与复健部团队共同的一个照护的一个模式，那提供它适度的一个卫教的复健运动，那让病人本身整个的上肢活动能够更安全，然后更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个功能，让他整个的生活品质是不会受到影响。根据基美病院护理部表示，因为手术合并淋巴切除以后，时常因为淋巴水肿、手骨甲肩胛头活动降低，你伫家里安全运动的调整以后，半动后会当回到原来活动量。在2022年的时候，平均由8分上至了13分，在2023年的时候，更由9分提升至满分14分。再次证明，我们手术全期都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病人照护的品质。如何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，除了疾病本身，伫心理甲社会等各层面提供整合照护，已经愈来愈受重视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